这个地方呢，因为有很多南科的上班族在这里，所以呢，停车空间也是非常的不足。那这个有几个好处，就是除了可以这个响应绿能政策之外呢，可以提供比较良好的这个遮阳的停车环境。那我们这一次总共有4个场地3个场地在安南区，1个场地在新市区。那都已经建置完成了。那总共可以这个发电大概是1010千瓦一年。那我们大概相当于一年可以供给这个300多户的这个民户的这个家户的用电。然后此外也可以为市府每年增加大概70万元以上的收益。它的停车空间，这本来就是规划成停车场，所以现在市府把它做成太阳能光电板，让它可以变成室内的一个停车空间，其实是一举两得，非常的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1年日照时间可达2000多小时，先天条件优越，可说是推动太阳光电的最佳城市。台南市交通局近期规划4处停车场，试办太阳光电停车棚，未来持续评估适当的停车空间，进行建置来增加能源，期待市民支持，一起迈向绿能环保城市的愿景。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这个发想是因为我担任市长之后，发现有民众常常会有抱怨说来市政府洽公，结果车子晒得一下子没有多久，车子就晒得很热。那我想说，那如果要做成那个有顶的车棚，那不如就做成太阳能光电。所以在市政府前面的停车场盖了第一个太阳能光电停车场之后呢，不仅增加市库的收入，而且减少了洽公民众车子晒影响的烤漆，加上车子里面内部非常闷热的这种情形。那我们就把这个经验持续的向外，在公有停车设施来推动。台南市已经好几个学校的风雨球场能够做成太阳能光电，一方面学生在运动的时候减少了晒太阳这个中暑的机会，也让学校免费得到了风雨球场。因为这个风雨球场在很多学校来讲是免费盖的，那但是当然回馈的金额会比较少，那回馈的金额也会跑到学校的教育基金里面，所以是一举数得。我们陆续还会继续推广，不管是屋顶型，不管是停车场型，不管是风雨球场型，各种各式的只要是对于绿能有帮助，对于学校有帮助，对于公共建设有帮助的，这些我们可能都会持续在推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8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府开14页要打造的赤坎文化园区，包括要拱掉赤坎楼的围墙，重建成功国小、兴建博物馆、甲地下停车场等规划。因为学到地下古迹的遗构，煞拢停止落来，到今已经5档。日前市府嘛决定无要起博物馆，议员陈怡丁反映民意认为。无起博物馆非常的可惜，要求爱慎重考量。议员陈怡丁表示，市府对2016年推出赤坎文化园区再造历史现场计划以后，不过随着工程学到大量遗构，文史团体呼吁现地保留或者是重现，工程因此停顿。市府甚至决议无起博物馆、遗构会厅等等。议员反映地方感觉可惜的心声，要求文化局针对其博物馆的部分慎重考量。赤坎曙光计划那现在大家担心就是现在好像看起来花了这么多钱，然后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好像现在的结果就是确定就是不盖这个博物馆然后就是好像花了这些时间跟这些钱，然后就是变成多了一个新的学校跟地下停车场，然后剩下的就是一切如洗那这样子让地方觉得有点可惜到底我们博物馆这个部分就是确定没了。议员报告整个赤坎曙光的计划，其实除了您刚刚所提的部分，其实还包括广安宫
城市新住宅，包括巷弄的部分，这个都是哈。OK。那你关心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部分呢哈，其实它未来还是有机会可以做新建的，尤其在我们这一次整个地下的遗构都做了完整的调查之后，其实未来你要盖博物馆的时候，其实在整个工程的进度上就能够很清楚的掌握住。该车卡文化园区的计划卡在地下古迹开5档的时间，最后也是回到原点。所以地方也是希望文化局参考国外成功的案例，找出兴建博物馆甲保留遗构之间的平衡点，唔通放弃去博物馆的计划。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上午的议会定期会进行的是文化局的业务报告。议员蔡小薇除了质疑虎东创意森林园区委外招商收费，嘛关心元龙市试验场考种室修复工程，要求爱好好啊规划，互民众加一位休闲行打的好所在。面对文化局的业务质询，议员蔡小薇关心虎东创意树南园区肯定委外招商以后所营造的日本风情甲热衫的体验，深受大家介意。不过因为民众反映每一间官舍拢爱收费，所以议员嘛建议文化局兼顾历史古迹甲工业性，适度开放部分的空间，让民众甲游客免费参观。毕竟这个修缮的费用。经费预算是我们公部门所支出的，但是却没有其中一间或者是有一个半开放的空间是不用收费的，让民众说他不用去说我一定要被收费才可以去感受到哦这里有日式的一个风貌。好，所以当然民众的意见我也借这个机会跟局长来做一个建议，未来有没有可能说有一个小空间是提供开放的，其他的再来做招商的一个使用啦，哈。局长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跟议员报告哈，那目前已经委外出的这些业者，我想我们会来跟他们做一些讨论啦哈。是。那当然，刚刚议员也提到，使用者付费，其实现在人大多数都有这样子的观念，但是这是公部门的所修复的这些古迹，如何让它也兼具一些公益性？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来跟业者做一些讨论。那以我所知，因为它要收费的价格，我们也都会尽量把它压低，或是可以折抵消费。那未来如何来回馈给市民或是一般民众，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积极的来跟这些业者做一些讨论。为了让民众免出国，在台南麦当感受到满满的日本式气氛，由文化资产管理处所推动元龙市场可整式的修复工程，议员嘛相当的关心。对此，文化局表示，干得到文化部核定3000万要来修复，可望在今年10月中旬公告发包，为市民加增加一个生活休闲的好去处。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为去年开始安平加一位台湾船园区的景点，其中模仿电成功顶台古浜船，吸引民众的注意。不过，议员王家珍想起这只台湾船开了上亿打造，却无达成当初要航行大海任务，佮开大钱修复，让民众参观，认为根本是失败会约，要求归去报废。议员王家珍表示，将市场可添在林内争取1亿外所打造的台湾船，拍算依照电成功当时航海路线来航行，就因为无度成功达成任务，经过拍远佮开大钱整修维护，再次将复古的台湾船展示。不过，议员接受民众反映，认为成功后会成功吗？根本无展示的意义，归去报废。考试小民众开钱来抵爱。当年这都是民进党时代留下的这个残迹。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到底是带给我们台南人什么样子的成功啊？这个成功号到底算不算成功啊？跟议员报告，我们目前就是把它已经做所谓的路上的一个展示，那也变成是一个园区。它有什么东西可以展示？它像一个成功号吗？到现在坑底下哩哩啦啦，残败不堪。它的桅杆，说实在话，到底还有没有啊？到底还有没有它的桅杆？
它的样貌。桅杆我们已经先把它卸下了。为什么要把它卸下来？因为它还是有承载载重的问题啦。所以啊，这样子的一艘船放在那边，你们的目的是要汲取你们的失败吗？局长，这个案子，我想好几届我们都在关心，一点都不成功，还要收我们相亲费用去看，30块钱也许不多，但是过去的时候，您是告诉我们，民进党是告诉我们要带着乡亲横渡大海的。现在呢？现在在那边让我们致哀，然后哩哩啦啦，到底谁在管理，谁在修复？说实在，都不让我们有很大的信心。文化局表示，台湾船既然未当出航，徛的是传统工艺，借出会当分享大航海时期的故事等教育作为出发点，来规划文化园区，互民众参观。同时，收费标准忙是通过议会监督加决议实施。台南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每当的台北国际旅展，拢去引真侪民众到场抢好康。今年因为疫情，改成伫线顶贩卖。台南甲台北的香格里拉饭店，伫即届旅展也推出各种超优惠的大房甲餐饮的票券，要互消费者买到就是赚到。台北国际线顶旅展将伫咧10月10日到11月11日期间登场，推出各种旅游相关的优惠，互消费者抢好康。台南远东香格里拉国际大饭店伫即次线顶旅展，就推出超优惠大数以及餐饮券，上悬会当有2-3折的大优惠。当然会吸引我来买，因为我可以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而且特别是我是台中人，我就可以带我的家人跟朋友一起来台南玩。出券哦，也在这边特别推荐大家。那非常杀的一个低价哦，就是3天2夜呢，我们4个人，我们只要5700元，那平均一个人就是1425元。那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其实来台南3天2夜刚刚好，然后这个专案不含早餐，所以民众来这边其实就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去享用台南的各式的小吃。不止大房有优惠，伫餐饮的部分嘛有 buffet 自助餐、樱桃烤鸭以及英式下午茶等好料，会当提供选择。这组下午茶原价要将近1000块，然后现在打72折，平均起来一克只要700块，所以真的是很划算。疫情降温，尤其台南已经3个月的嘉陵，是一个让人安心出游又阁好耍的城市。观众朋友不妨趁到这次的台北线顶国际旅展，规划一场台南的旅行。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国庆连假期间，台南市政府将举办各种活动，甲市民欢庆。8号上午，市长也先伫市府西侧的广场为挂香传艺、正有意思活动来恭请新明。国庆连假搁要来到，对8号的晚7点半开始，会有一连串的活动伫台南市府的西边广场来陆续登场。市长会特嘛特别伫今仔日一透早就来到广场来恭迎，即摆嘛想要做伙参加活动的众新民。8号、9号2天拢总会有10尊新民来到现场，准备甲大家共同来参与即摆艺术节开幕。即摆透过新民的加持，希望会当互已经嘉陵破100天的台南继续维持，嘛希望新民保庇台湾早日来摆脱疫情，来迎接众神明的神驾。来到我们市府西侧广场，准备今天晚上的传艺这个阵头的这个艺文活动。那我们知道，这个是结合了15个单位，包括10间公庙以及5间学校以及动员了450位的这个人员来做的一个表演。那我们知道，这也是结合传统
宫庙文化以及现代的艺文方式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结合。今天晚上的表演不仅是演给这个线上的许多的这个观众朋友看，也是给现场大概5000位的这个观众来看，更是演给这个今天在座的神明来王爷、妈祖以及众神明来看。那我想说，这是一个表达民众虔诚的信仰，也表达了这个艺术，也表达了宗教，也表达了历史，也表达了现代做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的结合。这摆艺术节开幕活动，结合台南各所在的传统民俗技艺，透过厉害的表演阵容，把台湾传统的顶头文化搬起伫舞台顶。对配合因网开始的国庆连假期间，欢迎大家做伙来到永华市府西滨广场来参与各项的艺文活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百货公司结合药妆店开幕，做伙观众市价大约250万的医疗用品以及防疫的物资，和台南市的老人福利机构甲长辈，市长嘛特别颁发感谢状来表扬。台南大圆柏即摆协同新开幕的日本札幌药妆。捐赠医疗用品甲防疫物资，予台南市老人福利机构，阁有中者。即摆捐赠除了大圆柏甲札幌药妆以外，嘛阁有其他的7个捐赠单位甲1位善心人士。伫目前这个高龄的社会，老人福利机构的物资需求嘛相对的增加。市长特别来到现场，感谢捐赠单位的大心，并颁发感谢状。他们非常热心，而且帮忙我们。年长的长辈，包括血氧机，包括这个血糖机，这个部分这些还有包括口罩、纸尿片这些的，都是年长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尤其是在社会福利机构、社福机构里面他们所需要的。那总金额高达256万以上，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动的善行义举，那尤其在重阳节的前夕，可以让年长者有一个温馨的这个重阳节，来能过温馨的重阳节。这摆捐赠的医疗用品和防疫物资拢总金额大约伫250万左右。市府表示非常的感谢善心企业各有人士，伫个别来到的中央节进前捐出遮尔侪高品质的医疗相关用品。来提供照顾长辈使用。市府消防局嘛表示，老人人口数目前占台南市民总数大约是17.03%。随着老人人口数快速的增加，市府单位嘛积极来甲民间的资源做结合，打造高龄友善的社区。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目前台南市照顾的听力障碍者总共有9709位。元件大和公司透过天籁列车公益活动，甲台南市政府合作，捐赠1000台助听器，帮助听力障碍朋友减轻医疗器材负担。助听器伫台湾是相对较贵的医疗器材，因此元件大和公司甲台南市政府合作来推出元件天籁列车的公益活动，透过捐赠助听器。希望会帮助到经济伫咧经济较困难的听力障碍朋友减轻生活压力。天籁列车的活动最主要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没有办法或者还没有使用助听器的这一个听障的人士，能够解决他在就学就养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天籁列车它是完全是一个公益性质的一个活动。好，那过去我们跟各地方的政府，尤其是我们台南市政府，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让我们在天籁列车活动在台南的这个举办非常的一个顺利。那今年呢，我们更扩大了这个数量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我们偏乡的这些长者，或者是有需要的这个助听器帮助的这些乡亲能够尽快获得我们天籁列车的一个帮助。一个助听器对于他们的生活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感谢元件大和，也感谢
我们生辉协会许多的志工朋友们，大家长久陪伴我们听障朋友们，能够让他们更能够融入社会，也见证了台南是个有爱的城市。我想在这边特别代表台南市187万市民，谢谢各位的关爱，也谢谢原建大和，那感谢民意代表，他们都很支持这一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目前台南市社会局所照顾的听力障碍朋友，拢总有9709个。台南市长伫咧10月1号当日嘛，亲身到现场对业者的辛苦表达感谢。同时嘛表示，透过这摆关键口袋型助听器，会当互听力障碍的朋友外表看起来甲一般的人无虾米差别，进一步来提升因的生活品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赞不赞？赞！有一位男子因为突然间头壳痛甲真严重，紧急送到病院检查，发现是动脉瘤破去，造成蜘蛛膜下出血，并发急性的水脑症。经过安南病院脑血管治疗团队的努力，患者恢复了真好，已经顺利登去上班。柯生伫今年2月，因为突发性的剧烈头痛，伴随出现头晕、吐几解以及意识模糊等症状，紧急送到安南病院急诊就医。由急诊值班的神经外科阮伟胜医师检查，发现是小脑部位动脉瘤破裂产生的自发性蜘蛛膜下出血，并发急性的水脑症。因此，阮伟胜医师先进行紧急脑室体外引流术，降低脑压。伫病况稳定后，再由神经外科张泽照医师进行小脑动脉瘤甲动静脉畸形栓塞手术，避免脑部再次出血。他当时呢，除了突发剧烈头痛以外，还有严重的晕眩跟呕吐。那到急诊来就诊之后呢，就电脑断层有发现到说是有自发性的蜘蛛膜下出血。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怀疑说他是有一个脑部的一个血管异常的病变，所以我们有在做第2组的电脑断层。那看起来他是有发现到小脑部位有一个动静脉畸形，那合并有动脉瘤。那它破裂出血的源头应该是动脉瘤破裂，所以呢，我们就是跟家属跟病人这边就是说做了一个紧急的处理。那先做脑室体外引流跟颅内压监测的手术之后呢，进行了这个脑动脉瘤跟动静脉畸形的栓塞。那病人是恢复的还蛮顺利。手术后，柯生伫加护病房经过1个月的治疗，后来转到一般的病房，医师状况也渐渐恢复。伫病房进行复健后出院，目前恢复情形良好。2月26号那个时候工作到一半的时候，然后就剧烈的一个头痛，然后同事的话就帮我那个送医，就是叫救护车送医，然后他就帮我送来安南医院这边。对，那就是有经过那个安南医院妥善的一个照顾，像阮医师啊，或者是张泽照医师，或者是院长大家的一个帮忙，好，那就治愈到4月23号出院。对，那从6月开始又回去工作岗位上这样子。医师指出，一般脑动脉瘤虽然好发伫咧40-50岁成年人，但脑动静脉畸形所伴随的动脉瘤，可能伫年轻的病人就出现破裂出血现象。脑动脉一旦破裂出血，会造成蜘蛛膜下出血，或者是脑内出血。其中上典型的症状就是有爆炸性的头痛，而且常常会伴随肩胛头红红的症状。严重时可能还会昏迷，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千万唔通轻忽。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